都退后！你是妲己，朕要杀了你！你刚才说谁是妲己啊？你是妲己，听到没？人家夸我漂亮呢。妲己是最坏的女人，吃人还不吐骨头。你乱说什么呢？妲己是个狐狸精，我是她祖宗。看你们这几个脏样，走，跟我出去，跟上。你先去那边。为什么呀？哎呀，快点快点，听话啊！你们几个给我听好了，一会儿无论我做什么，都不许跑，听见没有？衣服通通给我脱了，衣服通通给我脱了！看我怎么收拾你们！别动！就一件，别动！你的好看。这摸起来好什么材质啊？跟它不一样，袖子短。这是什么？你的好看，这个好看。哎，你看我这个。球啊！姐姐，我这裤子是破的。你的不错，你看我这个。都给朕闭嘴！你这什么？从今以后，你们要服从女王的命令，谁若违令，立即杀无赦。遵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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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遵命。刘玉，把东西分给大家。遵命。这狗牌挺适合你的。你刚才也挂了。什么呀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呀？那你一直挂着吧。什么抢？那还要你说？给我抢我的。那这样是我的。还有什么呀？硬的，这么软。别抢，别抢，都有份儿。怎么吃呢？这个是面包，吃的。吃的？这什么？咬不下来啊！咬不动。你真是笨死了！当皇帝都那么笨吗？怎么吃啊？我就说了嘛，这是一帮脑残。啊！你以为什么人都像我这么聪明啊？哎，10分，香甜，这好好吃啊！啊！不要，别抢！要，别跟我抢！来，接着分一下。你干嘛？那好吃。他们已经饿了1000年了。这么好吃的东西。李欢，这几个人总不能一直关在这里吧？那这几个脑残能干什么呀？一个个不学无术，浮生和慕容熙连个大字都不认识，你说他能做什么呀？啊，也是。要真把他们交出去，说他们是穿越过来的古人，那不把他们当成神经病，也得当成是疯子。唉，我刚来这个时代的时候，不也这样吗？你说你都把我调教的这么完美，你还怕什么呀？他们怎么跟你比啊？那可真是天差地别。
啊，就怕他们几个是朽木不可雕也。你夸人的方式真是太高级了，我好高兴啊！给个桃花你就怒放，小公狗断正纯，花心大萝卜千年僵尸。我就喜欢你这么叫我。再叫2遍，快，再叫2遍，再叫2遍。有多变态啊！说正经事儿，那他们到底怎么办？没想出办法之前，还是先把他们放在里边关着吧，给他们，历史书，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年代。要不就这么贸然出去，不是他们害死别人，就是别人把他们打死了。要不然，给他们找个工作吧。什么工作啊？让他们去坐台啊！天哪，你这个女人，你的想法也太变态了吧？你是不是就喜欢看帝王坐台啊？有这种癖好啊？对啊，历代君王不都是3宫6院的吗？你们当个皇帝的，不就是喜欢跟不同的女人叉叉圈圈吗？正是当鸭子的上人选啊！我只喜欢跟你叉叉哦哦。你想啊，要是把559个帝王都集中在同一家鸭店，让女人来轮流的翻牌子，那得是一件多爽的事儿啊！你脑子里太变态了。像什么萧兆业、刘子业这样的人，本来就荒淫得很，当鸭子又能赚钱，那不最适合他们了吗？不过，听你这么一说，也有道理。在那儿，他们要是不听管教，还有人来调教他们，我们就不用提心吊胆了呀。没错，那儿的保安可不是吃素的。如果他们再想逞凶啊，自然会有人调教他们。他们凶，还有比他们更凶的。啊！穿衬衫，给你们的书看得怎么样了？哦，看好了，看好了。不错。姐姐，我们关在这儿已经很久了，你给我们的书我们早就看完了，我们早已经不是皇帝了。我们都是普通人，我们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。好，那你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了吗？我知道，现代。我知道，现在是21世纪王朝，皇帝不对，是国家主席。哦，对对对，国家主席。那末代的最后一个皇帝是谁呢？姐姐，我知道，末代皇帝是溥仪。溥仪过了之后呢是孙中山，再过了之后呢，应该就再也没有皇帝了。勉强及格。耶。别睡了，起来。姐姐啊，那个我们关在这里都已经很久了，你能不能带俺们出去逛逛啊？哇，萧兆业，你这眼睛的电力好高啊！你要是出去了，估计全世界的女人都要疯了。我们都想去。哎，你们几个，跟我出来，快点！行，出去，快！姐姐，我觉得我们这身衣服也不错。当然了，我买的当然不错了。你们都学会煮饭了吗？学会了，
我学会了煮方便面。其他人呢？我学会了做稀饭。高伟，你有没有学会做饭啊？哎，姐，那个高伟，他把饭给煮糊了。你煮糊了？我昨晚没吃饭。一日不劳，一日不食。你饭没做好，自然没得吃。啊。不过总的来说，大家表现都不错。姐姐，那个我们在外面要用化名吗？化名？为什么要用化名啊？要是用真名的话，怕暴露我们的皇帝身份啊。对啊，拜托，你以为你们是汉什么帝？汉武帝、隋炀帝啊，那么大名鼎鼎。你们除了残暴以外，什么都没有留下。要是说出你们的那些暴行，还能有人知道；要是说出你们的名字，真的没几个人知道。你们都当自己是刘德华呀？刘德华？刘德华是我们之后哪个皇帝啊？对啊，奇怪的名讳啊！你解释给他们听听。电影就是说啊。表现好了，我告诉你们啊，上车。来，哦，哟，挺高的。现在由刘姐给你们讲讲规矩，大家鼓掌。记住啊，客人们就是我们的皇帝啊，无论提什么样的要求，你们都要满足。听明白了吗？啊？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既可以随意的和女人玩乐，又可以赚取银子。这个社会真是太奇妙了，竟然有这种天大的好事啊！任务完成，撤。好好干啊！听到了没有啊？加油！你加油啊！好，今天的会啊就开到这儿啊，干活来换衣服，快点！哇，那些魔头终于甩出去喽！瞧你那样，当年把我卖到这窑子里的时候，是不是也这么得意啊？笑什么呀？姐姐，姐姐，肖兆业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们以后怎么联系你啊？你还会管我们吗？你不是有我的手机号吗？有事你就给我打电话。手机会用了吗？我早就学会了，你的号码我记得很熟。你跟他们几个说，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不然容易像精神病一样被抓起来。我知道的。那快回去工作吧，好好工作啊！姐姐再见，拜拜。遥控器再见。小兔崽子。对了，那几个小暴君安置好了吗？还在安置呢。尽快安置好。小凤啊，你看，我这好几天都没有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有没有想我？我也好想你啊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这么乖呀？真乖。开门吧。
哥，佳妮，我给你送衣服来了。哦，快进来吧。嗯。小峰，佳妮给我送衣服来了。小峰姐姐好。啊，你好，坐吧。坐吧。一哥哥坐。坐。是这样子的，叶妈妈帮你定做了一套礼服，让你去参加uncle的60大寿穿的。叶妈妈让我把它带过来给你。叶哥哥，你看，叶妈妈每次帮你定做的礼服，你穿起来都好帅呢。啊，那我先收起来了。哎，要不我煲个什么汤给你送去实验室吧？哎呀，不用麻烦了啊。没事，喝点水。来，佳妮，喝点水。谢谢。小凤，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？没有啊。一哥哥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小凤姐姐，我们后天见了。那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我们后天见。一哥哥，你送我一下吧。好，那小凤，我送一下佳妮，马上回来。啊？真不好意思啊，因为我爸妈今晚赶回来，司机去接他们了。家里另外一个师傅去接了我爸一个非常重要的客户，所以我让一哥哥送我一下。小凤姐姐，你不介意吧？快去吧。行，那我去了。走吧。我已经帮你订好了礼服，叶佳，你知道吗？小凤，你还没睡呢？个性还差一点，很快就好了。小凤，明天是我爸60大寿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吧。顺便，也可以见见我爸。我怕我去了，会惹你母亲不高兴。小凤，是不是我妈对你说了什么呀？没有，我还得写小说呢，不能让我的粉丝失望啊。叶佳，不是我不跟你去，我是觉得我做的还不够好，怕你父母不认可我。小凤，我又不是傻子，我能看不出来吗？我妈在的时候，我就看出来你不高兴了。我妈这个人，我太了解了，只怕无论你怎么做，她都不会满意。她看好的是女孩子家的背景，她会想尽一切办法来为难你。这次我就不去了，下次一定陪你去。毕竟这回是你父亲的大寿，肯定会有很多记者的。我如果去了，再惹你母亲不高兴，闹出什么新闻来，
大家都会不愉快的。小凤，明天啊，你就早一点回来，我在家等你。那好吧，那你别写太晚了，早点休息。我先去洗澡。爷爷好，生日快乐，爷爷！你好，欢迎欢迎，里面请里面请。里面请。来了，进去坐会儿，等会儿去找你们。哎呀，老爷子啊，哎恭喜恭你好喜啊！祝你福如东海，寿比谢谢谢谢南山。张太太，谢谢里面请。太太好，里面请。哎呀，老爷子生日快乐！欢迎欢迎，里面请里面请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哟，李总，哎，叶总，生日快乐！里面请里面请。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谢谢。你好。叶总生日快乐！哎，你好，张太。好，欢迎欢迎。到里面先坐一下啊。哎呦，张总，你亲自来了，真好啊！您好，叶太谢谢谢谢。你好你好谢谢。你好。哎，叶伯伯，哟，三姐你来了，你来了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叶妈妈，里面请里面请。来，三姐抱一下抱一下。帅了，待会儿聊。里面请。小姐，请。哎，生日快乐！欢迎欢迎光临，生日快乐！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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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好你好，里面请。我带你过去。大哥，三弟，爸，李欢来了。伯父，李欢来了。您的身子越来越硬朗了，我们这些年轻人都自叹不如啊。李欢，叶波能交你这样的朋友，我对他都刮目相看呢。伯父，能交叶波这个朋友，是我的荣幸才对啊。好，祝伯父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哎，李欢，你先进去，那个不是超级帅哥李欢吗？恭敬不如从命。哎，是啊，对，老爷子，到时候咱们哥俩一定要多喝几杯。哎，你没发现他跟叶波的神态很相似？哎，李欢，你怎么没带女伴来？我还没女朋友呢，等我有女朋友的时候，第一时间带来见你。哦，确实有点像，但是气场可比咱们叶波大多了。等会儿你要看中哪家千金，告诉我，哦，我当场给你做大媒，好吧？谢谢伯父了。不过我可没开玩笑哦。李欢的气质倒是跟老爷子有点像，不会是老爷子的私生子吧？说不定。爸，圆圆来了啊！哎，圆圆，叶伯伯好，正好，我来介绍一下。哦，圆圆是我未来的儿媳妇，叶波的未婚妻。她呢？你好，是我一位世交的女儿，刚从法国留学回来。哦，叶波，啊，你带李欢先进去转转。哦啊，好，来走，圆圆，见过你伯母。圆圆，来，你来了。伯母您好，好好好，我带你去见其他的伯伯婶婶。来来来，我们先过去，我们先过去吧。三弟，
啊？你这个未婚妻从哪里冒出来的？芬妮哪去了？大哥，选择芬妮，老爷子会吃了我的。其实芬妮对你很好，你跟芬妮真的结束了？她为了你连事业都放弃了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大哥，在这个家里面，我只能接受家里给我安排的女人。老爷子已经给我下了最后通牒，我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否则我就会被老爷子扫地出门。任总他们过来了啊！哎哟，李欢，任总你好，又见面了啊！这是我太太，这位是李欢，电视里面应该见过的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真是比电视上还要帅啊！任太太也是风姿过人。谢谢谢谢。今天真是一个难得的好日子呀！来，我们来碰一杯。来来 ，Cheers！ 这个哥哥好帅啊！对呀，这是李欢啊，是李欢啊！我们合个影吧。来。